同学，请问一下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唔是迄个释用武术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这个学校迄个热音社伫哪里？敢知？伫顶馆啊，我无记到4楼嘛吼。4楼啊。你要去看卖吗？你看下，你敢无介绍？你敢这间学校的学生？我唔是，我身边这位是。哦，好啊，无恁带路好无？好，行。行来看卖者，吼。你也毋是这间学校的人，你又无伫遐读册，你甲我约个遮高雄第一科技大学，是你约安怎的啦？较早无钱找所在练，义工遮会使免费互阮练，我们就一直来遮食豆腐安尼啦。安尼你遐练10档呢？练大概3、4档差不多啦。3、4档，唔啦10档。买手嘛是爱去工课有些款钱，就去外口找所在练啦。哦，算讲一开始就先遮练就对啊啦。哥遮，阮对伊印象一直拢。放伫阮的心内，做侪条歌拢是伫遮写，嘛伫遮阮过过啊。所以恁对遮的一寡记忆拢较丰富了，对，较深了，对。对。哦。你阮较早咧耍的所在啊？当初是啥物关键，还是啥物原因，互恁去决定讲要继续安尼？一开始。表演写歌嘛，出专辑，每首就一直表演啊，台北、台中啦，所在拢做伙去。阮拢无真正去休困来讲，阮死的想要啥物，无这个机会去了解对方咧想啥物啊。每首就一寡冲突，就是想法上无相共，上重要的代志无好好啊讨论，想法无交流着啦。所以每首都有一寡冲突嘛，我就退团啊，有冤家就对啊啦，冤家，小可冤家，小可冤家，做凊彩你啊，迄时阵就凊彩你啊。其实阮拢做平静的，就是伊有想要做的代志。迄个时阵啊，对，阮就想讲，不要紧，就莫去阻挡你的梦想，你想要创啊，你就去的，感觉安尼，对。尾啊，就是啥物原因、啥物关键，互恁去决定讲要来继续安尼？迄时阵每首其实我嘛是继续一直有咧表演。我知，毋过我感觉伫编曲的想法上，我感觉较早差伤啊。每首有一天，阮三个就坐伫海产店，阮三个就咧开讲安尼啊。其实阮即个想法一定伫阮心内一定足久啊，只是阮三个拢无去透开来讲，像歌曲来讲，我感觉最近的曲嘛无啥对。我讲安怎讲，我就嘛去了解嘛。啊，贝斯手伊嘛是有甲我讲，伊嘛是有同款的想法。啊无，俺靠王力问看卖好啊，看伊一个出来食饭，看伊真咧创啥。是用食饭甲招出来。安尼较轻松，啊就接鸿门宴安尼。就甲招出来，迄天讲，阮希望讲你搁倒来甲阮做伙佚佗，做伙耍，因为。我感觉你编的物件，我嘛是较介意。就是因为安尼，然后就搁变个定做了对啊。主要是做一当过，大家的想法嘛无共。较大汉的较捌代志啊，较少年的时阵想的代志拢无共啊。好安尼，我就要来问讲，恁的专辑进前有迄落日出嘛？日出我来张，因为你捌讲过。对。日出是一个青光的少年，对，啊，到来就到风嘛，对，风迄当阵就准备要当大人，就是较冲啊，迄个时阵上冲的时阵啊，到2003年迄当的曲势，对，恁安怎讲？曲势伫华语叫架势嘛，就是要展出我的曲势，互恁知影阮的厉害，足简单的一句话安尼，毋过我感觉。嘛袂使用较早的个性去讲，所以伊编这首啊，伊用较 disco 的方式，较轻松的气氛。过我咧讲的物件嘛是该唱的。当初是恁做这条，伫编这个曲的当中，敢有想讲跳什么舞？跳舞嘛，嘿啊！我咧讲，我今日去跳舞吼，我就是安尼啊。我就是有认真问过家己，我无适合跳舞。不过
我想要看到观众咧跳舞的感觉，当有会使用我的歌去表现啊。啊，大家拢笑笑安尼。对，这嘛是阮是想要追求的。是吼。对。拄仔讲到迄个酷水一条歌，是2023年王力离开了后，过足久的时间为谢永武所写的第一条歌。对。所以迄阵我听到迄个 demo 的时阵，迄阵有一个足深的感动。咱介意的王力的伊的物件搁转来，伊无伊啊，无伊，伊无伊啦。迄种感觉足歹形容，就是咱来迄个谢永武气味。哦。所以这条歌对阮来讲足重要。感动。等出我的曲色，我毋免讲伤济，我免讲伤济。大家听足欢喜的，但是阮两个听足感动。听恁即场搁有一条歌《枉费青春》，嘿，你内底有写着一句词，是写讲可爱的志气，你即嘛是走去倒位去？恁咧写即句词，迄当阵是讲你是要写互现在的家己，还是讲你缅怀进前的家己？其实拢有。即摆我会去想讲，我时阵咧想啥，所以我歌词第一句我就写讲，看到旧相片，情我毋捌你，因为我感觉迄时阵是一个做少年的面容，啊笑容是一个做单纯的囡仔的感觉，啊那会变甲像迄伤痕累累，我咧问我家己到底创啥物，啊我嘛咧问讲，迄时阵的我走去倒位的感觉，那会变像即摆安尼。我听起来，我家己感觉就是讲，少年的家己难免会较冲嘛，啊，再来就是讲，愈来随着迄年岁愈来愈大，啊，到一个岁数，伊人就想较早的家己。我若是少年迄个较冲的迄个少年家己，即马等下我即马的我哦，或者我会用去做较济无共款的代志。阮写歌一定拢是希望讲，观众可能一百个，可能上无嘛有一个，伊可能的处境甲阮共款的。对。所以我嘛希望讲，这条歌写伫伊的心内，会使互伊鼓励安尼。对，莫去浪费时间，继续行就对啊。对，这是阮想要做。对，我想要带你来一个，阮第一道翕团照的所在。安尼哦，好啊，咱来，吼，好。这个所在，对，街仔头糖厂。所以当初是恁在遮翕恁的第一张的相片。迄当翕第一张是几年前？2013年。2013年，哦，安尼当要10几档啊嘛，对无？初看迄当，我看恁拢生了拢较温顺的，因为啊，佮听恁的歌拢较冲，迄风格拢淡薄仔冲突。我就想讲，恁是安怎去调整甲恁的状况，甲恁的歌调整甲一个较拄好的一个 tempo 安尼。tempo 甲一个 balance 就对啊啦。我无特别去调整，应该是讲，阮介意的物件，拢是较介意较重的、较大件。啊，毋过毋捌真正去照镜，阮的面是算较人讲的乖学生的面，安尼无去想过这个问题。啊，就是自然去家己想要写的、想要做的，家己表现出来嘛。啊，毋过你拄则讲的迄个 balance 啊，其实阮一开始真正有想过，嘛是希望讲，阮的歌拄一个人10个、100个，甚至1000，哦，愈来愈侪人听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安尼想法去做音乐，伤忝啊。买手阮就哪做哪行，哪做哪行。然后迄个 balance， 我感觉渐渐会找到阮适合做啥物款的音乐，就会有啥物款的人来听。其实我感觉啥物伫台湾这个较多元的国家，我感觉你不管是用啥物款的表现，拢有人会去买单。对，这是真的。一定有人甲你欣赏。对，嘛是有人会写批来互阮讲，恁的音乐陪伴伊伫啥物款的时间点，伊最悲伤的时阵，我捌想着安尼陪。有恁的歌，听者拢会互听的人感觉佫有一寡希望。无啥物是无可能的。对。上主要是你家己这关爱过了会去。对。过了会去，你后一关就过啊。对啊，所以一开始我都希望讲，阮来一定爱做红、做强的一个乐团。我感觉即马较袂去想这，因为阮豆豆去找着介阮的观众朋友。对，所以这个想法，我感觉我一定找着，但是安尼做安尼行，就是我想要陪。